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两件拢是恶火烧厝。先来看这个云林古坑闹热的市区火烧厝，烧掉7间的店面，乌烟四界窜。这个规条街啊是浓烟散雾，阁有2个消防员无小心跌倒来受伤。这7间的店面大部分拢是卖食的，摊商赶转去，看到咧做生意的器材家私烧了，无奈艰苦。 这间店大火烧起来，铁门后壁规个门烟散雾，落的拢是烟。消防人员有水线拍火，其中有2个消防人员伫咧拍火时阵无细力跌倒受伤。火是烧到那个铁皮屋的屋顶的泡棉，所以那个烟很大，可是没有看到明火。 大火地点伫咧云林古坑闹热的所在，才有真侪卖食的店家。这间店火烧厝有卖牛肉面、川菜、海产店，阁有当是卖菜的。 我都做生意，爱找所在啊，嘛是爱卖吼，这个找所在的对。是从你们这边开始烧吗？从那边看到那边。店家损失严重，敢来当互相安慰，人无事就好。消防初步调查，规排这间店中卖川菜、牛肉面和卖菜烧甲上严重。若起火点伫倒，现在导火，消防人员会继续调查。